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12月21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曹欣。昨暗举行副总统的政见发表会，民进党甲国民党两位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甲张善政对写政策，伫两会议题交手。亲民党副总统候选人余湘嘛提出济政见，希望民众会当小听。 2020大选副总统政见发表会20暗进行，那两党候选人成立两会议对过招。赖市长，您也曾经提过，您是台独的务实工作者。我在好奇，想要知道，也是很多选民想知道，将来您怎么样跟号称要维持现状的蔡英文总统搭配在两岸政策上面？说他反对一国两制，如果中国要消灭中华民国的话，要 over my dead body。 但是他要跟国人讲，他为什么要进香港的中联办呢？他会不会爱之是足以害之呢？两个人拢做过行政院长，张善政讲，伊做行政院长时阵，不甲赖清德责任处理台南天高烈加抗力抗六地档。但是我跟张院长是建国中学毕业，台湾大学毕业，我们也曾经到美国去求学，然后再回到台湾这块土地上奋斗。 我们先后担任行政院院长，他当院长的时候支持台南市，我当院长的时候也不分党派支持需要帮助的县市。内政部政务次长居然肆无忌惮地说出投票给小党是浪费，甚至操弄我们的新住民制造废票。投票给小党是浪费，这句话绝对不是一个无心之过。 亲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湘诉求多党主宰纳力，伊政见包括无分区条件应该降到3%，也个重新检讨军公告年界。我们坚定地要求执政党把反渗透法暂时搁置。我们不是请求执政党，我们是以人民的声音要求执政党搁置反渗透法，这不是请求。 这是人民的要求。我们已经成为亚洲肺癌罹患率仅次于北韩的国家，但是蔡英文一点都不感到愧疚。以前不是一直在喊说用爱发电吗？但是现在继续增加燃煤，是用我们人民的肺在发电，也就是用癌发电。张善政也批评恢复港防政策是无财害命，就赖清德是讲。 形势无国在推动，协议、协议、协商如期笃行，是伫马英九总统甲江宜华议长任内决定的。伊也考试张善政甲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搭配无偌久，暖男有淡薄变做愤青。记者综合报道。 赖清德表示，张善政正做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了后，思想变化有失妥当。张善政表明，这拢是民进党逼的。赖清德打出来回应讲，会使批评政府，毋过爱有存在。2020大选唯一一场副总统政见会，些人的表现较好。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讲，留互民众评断。不过，伊认为赖清德也是伫咧操作酸眼干。赖清德还是在操弄芒果干。 还是在操弄芒果干，政策也相对空泛。如果可以当暖男，谁想当愤青？不是这3年民进党执政逼出来的吗？张善政讲，愤青是民进党逼出来，赖清德安尼回应。不管是韩国瑜市长或是张善政院长嘛，在竞选总统，他当然会对政府提出批判了，这个本来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这个批判呢要有一定的限度，否则的话呢。 国人是不会接受。赖清德是认为张善政这边表现袂歹，比韩国瑜更较有准备。就张善政批评伊伫咧政见会，依然伫咧操作酸眼干，伊是强调中国打压台湾是事实。会中两个人来回，亲民党是不是被边缘化？亲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湘认为唔是。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们亲民党的立场就是把我们想讲的话讲出来。 我们并不在乎说其他两党怎么看我们，当然他们一定是会忽略亲民党的存在。甲顶一场的总统候选人政见会比，这场副总统政见会是甲传统模式，3个人政见有讲较多，讲金有较少。就公办的总统政见会也有2场，分别是25日到2点，甲27暗7点。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卖。
好先来看联合报，选举逼我今仔日挺韩罢韩两大游行伫高雄拼场，警政署长陈家钦落兰坐点，动员3000名警察维护活动的顺序。再来是自由时报，美国众议院有100名众议员写批予美国的贸易代表，呼吁推动台美双边的贸易协定 BTA。咱外交部对这件代志表示感谢。上尾是《苹果日报》，车驶伫快速公路若有各样需要救援，交通部拍算按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落去办，统一收1500。这条新制度按算伫明年正月初1起行。咱继续来关心政治的消息。针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批评总统蔡英文操因的青年创业贷款政策这件代志，蔡英文打出来反击，表明韩国瑜就是对国情无了解，才会安尼开声。总统蔡英文20出席立委1天同齐所营的竞选行程，针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批评蔡英文偷抄伊所提供的青年创业贷款的政策，伊反驳这代表韩国瑜根本就不清楚国情。那他自己提出来的时候，那就发现我们好像有在做，或者是有在讲相似的情况，他就说我们抄袭，这个充分的表现出一件事情，他真的不了解我们这个执政在做什么。面对前副总统卢秀莲批评讲，是安怎民进党民调这么悬，所以也是要来杀反渗透法。蔡英文表示，法案甲选举无关系。蔡英文嘛回应区议的指控，讲伊捌讲过两岸将规划的统一，叫区议有证据来提出来。反渗透法不是跟选举有关，反渗透法是跟这个国家的安全有关。中国对台湾的全面性的渗透，尤其在选举的时候，大家感受更深。另外一方面，行政院长苏贞昌向港委干部的时阵，强调讲要防范非洲 DJ、扫台商回台、甲同婚等等的政策。啊，不过嘛那像是咧讲对手的电影伫叫后卡。有人满嘴吃了猪肉，还嫌蔡政府没做事、不会做事，这是口是心非最好的注解。针对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刘成前批评讲，苏贞昌应该爱上礼仪念体课。蔡英文表示，选战拼到紧，规个国民党讲话已经离经。啊，若是韩国瑜电影杀讲选战可能会一届来发生319两粒枪击事件的讲法，蔡英文认为讲选战稳定连线的人袂做这种代志。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去到金门拼选举，强调9日共识拒绝一国两制，佮表明两岸若无通平和，影响上忝的就是金门。支持者会国旗真热情相挺，随望经过外航停飞的事件，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20中正来到金门，进行听基站声音的旅途，甲立委候选人单独顶讲台。韩国瑜讲两个人选举号码，一个是9号，一个是2号。趁这个机会，搁一届来强调讲9日共识，拒绝一国两制。我们整个国民党对两岸最重要政策是什么？92共识，一中各，我们没有办法接受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我们就是坚持92共识，以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我们展开两岸和平的交流。针对伫咧电视证监会的表现，蔡总统去外界批评讲一直伫看稿。韩国瑜认为选民家己有评论，是台湾团结联盟指控韩国瑜捌去用关入去少年观护所。韩国瑜是回讲做韩国瑜的产业链已经笑去啊。我觉得选举到了抹黑对手，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已经接近了疯狂。上帝也疯狂的疯狂，我觉得他们真的发疯了，黑韩产业链已经发疯了。韩国瑜强调讲一定会提高，因为21挺韩反海大游行要伫高雄拼场。刘成前表示会去参加挺韩的活动，若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事件，美国公民应该避开游行。韩国瑜是回讲挺韩游行是用快乐做主题，袂去制造任何的冲突，呼吁支持者爱表现出快乐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这边，宋楚瑜昨去到嘉义造势，挂心今仔日伫高雄的挺韩、罢韩两大游行会发生老血的冲突。另外，宋楚瑜嘛大来批评民进党的反渗透法。说的这个身体很棒啊！好问家己在地企业内饰集团，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强调，食品安全是所有台湾人上关心的代志。伊甲老朋友集团副总裁陈敬仁见面时欢喜，不过陈敬仁并无公开支持。对高雄礼拜六发起挺韩罢韩游行，宋楚瑜愤怒指出，这互台湾无老会民主变调，呼吁两台火车唔通对撞，呼吁明天不要对撞，
不要让选举变成流血，变成台湾觉得脸上蒙羞。我们要珍惜台湾自由民主的价值。国民两党正面冲突，伊再三表示，大家是同胞，不是敌人，选举不应该沦为激情。不过，针对蔡政府一期要通过反渗透法，宋楚瑜批评这种做法不可取，因为连家己做过民进党前面总统府主政，亲像支持一国两制这种伫中国无讲过话，拢免被票卖，更何况是200多万的大商，要如何举证家己的清白呢？他有能力去为200万的这些台商来去好好去做吗？一个政府如果法令去推动而不能执行的话，突然伤害你自己的威信。伊强调反渗透法不可行，高做别高，只是咧补情绪卡油，造成所谓亡国感。宋楚瑜今早基层听出兵器，也将炮火对准对手传闻，免讲时事议题，要用政见甲辩论，互选民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埭指控总统蔡英文摕100万，互网络红人影片到宣传，引起众人的议论。绿党甚至打出来批评郭文埭安尼生做是影响选举，要对伊提出告诉。郭文埭当然袂让步，甲绿党跌倒转去了。选举伫要到啊！台北市长郭文埭进前指控蔡英文总统有摕100万块互网红翕影片，去互绿党呛讲要提告。不过颠倒去互郭文埭呛倒转去，讲皇帝无急，颠倒是太监正着急，佮讲绿党就是太监。落尾郭文埭又佮对网红收钱这件代讲失去记忆，去互前市府发言人林浩明批评伊是伫地区。而在郭文埭出席开台妈祖驻台400年活动的时阵，接受媒体访问，就口说绿党，佮对蔡英文总统的竞选项目开炮。当然在21世纪本来就不应当有太监的行为啊。可是为什么导致有人家做那种太监的行为就没办法？我觉得奇怪，林特明为什么对这个猛追穷打，对吧？他这么喜欢农会，我们就真的煞有介事来调查一下。因为你们管道太多了，那包装来包装去的太多了。民进党现在如果你叫蔡英文公布竞选账目，那把它藏在哪里也查不咯。要伫咧双城论坛弹出两花一家亲立场的郭文埭，对民进党团要拼伫咧12月31会期结束之前完成反渗透法的商讨，这是不是去影响到未来双城论坛的空间？郭文埭认为，着爱甲反渗透法的规范定义好清楚才有影。以前我们民进党政府是对大陆呛下嘛 ，OK， 那就算了。不过反渗透法规范的对象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台商跟台湾的人民嘛，这个在目前两岸交流密切的状态下呢，除非讲得很清楚，你知道，不然会引起很大的疑虑啊。选举以来，郭台铭也跟郭文埭的关系真微妙。19，郭台铭邀请郭文埭参加台大癌症病院的活动，结果郭文埭却临时拒绝，这是不是代表郭郭两个人的关系出现变化？外界也是真关心。记者阿敏晶、张玉水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苏花公路改善工程特别通车路，公路总局宣布苏花改按南澳到和平、河中到大清水路段，伫明年正月初6下晡4点正式开放。经过9年时间，公路总局20宣布，苏花公路改善工程会在明年1月6号下晡4点全线开放通车。我们经过相关的一些安全的测试，经过我们中间一些委员专家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咨询，把这缺点修正完了以后，明年的1月5号这个可以达到通车的标准。那我们第2天6号就举办一个简单的仪式。公路总局表示，苏花改是伫2012年1月动工，分为苏澳甲东澳、南澳甲和平甲河中甲大清水3路段，其中苏澳甲东澳已经伫107年1月通车，南澳甲和平、河中甲大清水路段通车伫明年1月6号。过去苏澳甲花莲2点钟，即马应减少为75分钟。除了苏花改全长36.1公里的南回公路建设计划，向南甲金轮甲大鸟段分别伫今年7月甲10月通车，向南边安苏甲草埔会伫23通车，屏东甲台东延伸30分钟。不过，就伫交通部并通车的时阵，同款也是禁止机车行，这互机车族一直话无公平。我们大型重型机车不是去年才开放，他们逐渐在把我们路权给收回去。从以前我们可以走到现在不能够走，所以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很多的协会都非常的反弹。未来公路总局对未来的道路的规划的时候，能够重视到我们目前有10几万的使用人口。我们的混合
设我们有新旧的这个台九线啊，就是苏花公路可以选择的话，我们怎么样利用车种的分流，达到我们交通安全的目的？对机车座开放苏花界、南回界前路的诉求，交通部目前已经在进行长磅坑通行机车条件委托研究案，案算完成了后，会进一步提出具体建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远东航空，远东航空无长年停飞，收到民用航空局撤牌的处分通知。交通部证实，远东航空提出提出的意见了后，有搁再交补充的报告，现时民航局当地审查。远东航空这个月12号已经宣布停飞，民航局过港行文予远航，通知要废掉因的执照。远航会当伫10日进前提出说明。交通部证实，远航伫13甲10日2个时间点拢有提出一份报告，说明未来继续经营的细节。民航局当在审查当中。18号下午5点要结束，结果他们2点多的时候又送来一个补充的说明，所以现在民航局跟律师他们也对于补充的说明在做一些讨论。那最终的结果，他们如果他继续的话，就是这个不用报到交通部；如果要对他进行废照，这个部分是依法必须报到交通部来核准。远航表示，送出意见陈述书了后，目前全体员工正常上班，因应暂时停飞，安排机组员进行机上安全课程等教育训练，嘛鼓励员工趁这个机会消化还未休了的年假，1月份的薪水会照发，继续营运无问题。目前远航就是还是静待民航局的决定啦。那员工还是一样正常上下班。然后我们也是有鼓励员工休假，有的休假补休啊，就是反正我们现在是鼓励同仁休假。不过到机会复航，无具体的答案。交通部表示，民航局对春节的班机已经有备案，离岛航线优化性甲入营放大机型甲加班。嘛启动军机甲海运备湾，预计23公布后一波春节加班机的开放时间。另外，远航的两岸甲日本航线会协调入营甲华信，向母公司中营甲华航这区域航线下体飞机甲机组员，伫机组员甲班机的支援之下，预计当负担春节期间的运营。记者综合报道。阁有落珠双方无对当爆发纠纷的消息，新品客运宣布，因为进前一站车祸红判爱赔4000多万，地属公司的运转变甲真为难，就要按司机的基金扣一寡钱，或者是减年尾赏金来周转。不过，不管倒一项，员工表示拢无法度接受。驾驶要领走，孩子要学会。新兴客运员工伫咧总公司楼骹集合，抗议公司减发年底奖金。员工指出，公司伫咧100年发生一件公车弄着人的意外，却有对外家属要求赔偿3000多万。台北地方法院今年一审判决，挂利息要赔偿超过4000万。公司今年的效面会是了钱，员工已经答应公司会当卡班来发假日出勤的加班费，想袂到公司这个时阵，佫要来减发年底奖金。他一变再变，所以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不知道他到底要扣我们多少钱，有15000到37000。那我们的驾驶员工平均的薪资的年终奖金大概才5万多块，如果被他扣37000的话，那这个年就可能不要过了。对这个代志，新兴客运回应讲，根据公司内部的规定，司机每个月拢要纳500块的司机合作费，通好来付司机拍官司等等的相关费用。若是发生事故，合作金支出25%，其他是公司来付。不过，劳资12月份以来开过5届的会，劳方无愿意提拨9届合作金。公司伫咧了解的状况之下，敢会当规划减发年底奖金。判到4000多万，连含利息这么高的额度，我想不是一家完全靠这个劳力密集的一个行业能够负担的。目前的预算额度大概每个人在减资大概1万到15000之间。新兴客运强调讲，虽然因是替付费旗下的事业单位，毋过家己负担了钱的部分。公司过去逐年拢发2个月至2个月半年底奖金，这个客运要求赔偿真侪钱，敢会当请员工做回来负担。台北市劳动局表示，因为年底奖金毋是薪水，照法规来看，雇主有趁钱就应该分。毋过若是营运有困难，减发或者是无法拢无违法的问题，呼吁劳资双方继续协调来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嘛是乌鱼子的产季，现时拢有看到加工业者在拍乌鱼子，这业者嘛真看重健康，专工甲乌鱼子是较正咧，符合现代人的需求，食落身体负担袂伤过头重。一鼻一鼻的乌鱼子放伫车顶，准备要杀去地动。
这个动作逐日就爱做几若摆，目的就是希望减少乌鱼子的水分，互肉质更较杂白。对，较会杂啦，较 Q 啦，用这天然的较水，伊的乌鱼子较会金头。逐工一工也两遍。照恁吼，伊的用你拍的加做好，前较早阮就是拢安尼咯。用传统方法做乌鱼子较够工，毋过口感会加较 Q。业者嘛讲，为着下现代人的口味，因会甲乌鱼子是较正嘞，毋但会使表现乌鱼子的芳气，嘛互消费者食了较无负担。消费者拢爱盐分较低咧吼，较袂较健康啦。食伤咸到讲的对耳子无好啦。因为产期的关系，一般乌鱼子拢是过年时啊才有通食，或者是摕来送礼。业者表示，乌鱼子就是爱选大鼻的，色水无共款。其实食起来袂差伤济。11月尾啊，到12月，到咱旧历过年，以前就拢有啊，肉较厚的，伊个较会扣。这色猪在人介意的，色猪拢差不多食拢共款。昆林区议会逐年拢会办乌鱼子比赛，就是希望会使鼓励业者用心做乌鱼子，通甲昆林出产品质上好的乌鱼子推销通人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3名总统候选人拼总统局有赢胜，伫美国两大党的人马嘛要争一个输赢。众议院表决通过弹劾总统川普的2项条文，接落来要交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来审判。不过目前两党针对要求证人到底问题无对当，双方面是对写放监光。川普19加入美国史上第3个被众议院弹劾总统，按个人权甲妨碍国会调查这2项弹劾条文，伫共和党占多数优势参议院审判成功几率是真少。当日伫民主党第6场，也是最后一场总统提名初选的辩论会上，大部分参选人议员加着川普失极失德，要将弹劾进行到底。唯一欢喜参选人杨安迪呼吁爱不是看待这场胜负一定的拼场。We have to stop being obsessed over impeachment, which unfortunately strikes many Americans like a ball game where you know what the score is going to be, and start actually digging in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that got Donald Trump elected in the first place. My job is to just go out and make the case why he doesn't deserve to b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another 4 years. We cannot have a president with that temperament who is dishonoring the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众议院上紧会伫明年1月将弹劾案送参议院启动弹劾审判，两党已经针对审判方式展开攻防。民主党希望传川普的左右手出庭作证，共和党是表明速审速决，无需要搁传证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伫了解参议院如何进行审理进程，会将反提交本案，互共和党是无杀杀。I'm not sure what leverage there is in refraining from sending us something we do not want. Is the president's case so weak that none of the president's men can defend him under oath? The reason why she is hopeful that she has even just a small bit of leverage is that President Trump wants this trial to happen. He wants to be acquitted. He wants that to formally happen on live television in front of the nation. 对佩洛西切断川普推文口说，讲共和党人伫众议院弹劾表决一票拢无走，展现空前团结。民主党的案件确实烂到唔敢送去参议院，要求马上进行审判。当日下晡，川普伫白宫宣布，原本是民主党籍的众议员范德鲁正式加入共和党。范德鲁伫19弹劾投2败反对票，伊表示家己是一个资本主义者，相信川普对美国经济一切努力。伊认为社会主义伫美国无立足之地。会永远支持川普，川普也回应会全力支持范德鲁连任参议员。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加17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加17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加17度，上悬30度；东部这边面上加18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加13度，上悬21度。未来3天的气象。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